Just 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各方信众传授佛法及圣海观音灌顶；中国政府继续拒绝遭判僧人人亲齿真会见家属；司政边巴次仁在达兰萨拉出席一系列活动。联合国专家和会员国严重关切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拜会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在日本国会出席新闻发布会。驻北美办事处官员出席第15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圈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藏传佛教噶举派第12世大司徒仁波切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6月13号藏历萨嘎达瓦月14号开始，为期2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向各方信众传授了圣海观音灌顶及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颂》。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向与会信众开示时指出，如果当年尊者留在西藏，他就无法加深和扩大对世界的理解，因为在流亡期间遇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新的事物。与此同时，第12世大司徒仁波切在加敦仁波切等的陪同下，于本周三6月15号上午参观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和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此外，曾在2019年8月1号被中国政府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而遭阿坝州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的僧人仁钦齿真，在单独监禁2年后的2021年3月被秘密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当前在四川省绵阳监狱中服刑的仁钦齿真，被允许每月与他的家人进行仅10分钟的通话，但他与家人见面的要求仍被当局拒绝，甚至被强行处以劳役和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目前无法获悉相关细节和程度，也很难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另外，在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藏人定居点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本周在达兰萨拉出席了一系列的活动。本周二6月14号，司政边巴次仁应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多麦藏人协会的邀请，出席了该协会为第11世噶尔登仁波切80岁诞辰而供奉的白度母如意论长寿仪轨法会。当天下午，司政出席了由藏传佛教觉南派十轮金刚禅修学院举办的第2届觉南派跨学派十轮大论坛开幕式。与此同时，司政在本周三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下属的社会资源发展基金组织的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力支持。此外，司政边巴次仁还于本周三和印度外交部驻派达赖喇嘛办公室的新任联络官迪帕卡·帕德马库马尔先生等政要一道，应邀出席了达兰萨拉西藏歌舞及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3周年庆典暨年度夏季文化汇演竞赛活动。此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常会于本周二6月14号召开的第2天的议程中，由荷兰王国主导的47个联合国会员国发表跨区域联合声明，
严重关切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持续侵犯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香港的人权状况。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常会召开前夕，40多名联合国独立专家联合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并敦促中国允许独立专家不受阻碍地访问中国。联合国专家们在声明中强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日前对中国的访问，并不能取代对西藏、东突厥斯坦和香港等地区人权侵犯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的迫切需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女士于本周一6月13号拜访了欧洲议会议员兼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米库拉斯·佩卡萨先生。在会晤期间，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女士感谢议员米库拉斯·佩卡萨先生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中的奉献精神，并向议员介绍了有关西藏境内局势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若亚博士于本周三6月15号日本国会闭幕日当天，出席了被中国占领地区人民代表和自由印太联盟联合在日本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代表阿若亚博士在会议上指出，日本国会下议院此前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这为遭受共产政权压迫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还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正确的信息，即全世界都在关注被中共占领地区的人权侵犯问题。然而，他对上议院未能通过该法案表示遗憾。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前任秘书长长尾敬先生和知名作家三浦小太郎主持了当天的会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15届年度献花圈仪式于上周五6月10号如期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次城嘉措先生、藏人联络官丹增阿汪女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布琼次仁先生应邀出席活动。每年6月，位于美国的各国大使馆、外交使团和各非政府组织都会参与这场纪念活动，纪念1亿多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庆祝自由的胜利，以及追求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当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50多个国家的使馆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献花圈仪式，以此纪念在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受害者。驻北美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代表也在仪式上献花圈，纪念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中共暴政下遭受迫害的藏人同胞。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